过得很快，然后我们要带来真正的最后一首歌，因为时间太欧巴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以为我们这边是我们部落的活动中心，人家还有摸彩，不要啦，开玩笑的啦，真的。那个等一下填一下问卷，笔记的还来。我大家带来这首歌也是阿美族的开场，不是阿美族了，等下族语的开场，族语的结束了啊。这首歌叫《摇摆那湾》，没有，可能大家有听过了啊。而且厉害的是，我们少华也要准备唱其中一部分了。没有啦，他吓一跳。好了，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就即将画上尾声了啊。好，为大家带来《摇摆那湾》。
起听。那罗哇咿呀那哟呀哦，欢迎你唱。那罗哇咿呀那哟呀哦，1 2 3 go。那罗哇咿呀那哟呀哦，咿呀哦嗨呀，嗨呀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。咿呀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。非常谢谢各位，谢谢。